先来练一下今天的回应诗，你要住在我里面。你要住在我里面，我就是你的全能神。一切患难痛苦中，拯救保守你的神。你不要惧怕战兢，我必要伸手帮助你。更不要害怕，我必牵住你的手。你在母腹中，我已听你拣选了，你是属于我的，属于我的，我是你的全能神。我要把你看为宝贝，极为尊贵的儿女。我是爱你的神，你的耶和华。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新歌《愿你国度降临》。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新歌《愿你国度降临》。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不凭血气，不凭实力，单单依靠主圣灵。在神的国度里，属神的子民，不分语言，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愿你国度降临在这地，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愿你生灵彰显在这地，施行神迹医治能力，我们伫立在你的同在里。我们是你拣选子民，带着天国使命，靠着圣灵宣扬基督的能力。我们是你天国子民，愿你带来复兴，再次苏醒，看见你国度降临。愿你国度降临在这地，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愿你生灵彰显在这地，施行神迹医治能力，我们伫立在你的同在里。好，我们一起预备心，等一下开始我们的敬拜。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感谢天父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又可以一起齐聚在这里。我们不只是在主日敬拜天父，我们也要在日常敬拜天父，而且我们是以心灵和诚实敬拜天父，在敬拜中得着真正的喜乐。
弟兄姐妹，请起立，让我们一起开口敬拜爱我们的上帝。你是新生机的神，绝望从此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生机的神，绝望从此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你是新生机的神，绝望从此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生机的神，绝望从此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哈利路亚！把一切荣耀都献给我们的天父上帝。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创世之前开始的神那丰盛的慈爱，借着我们的相遇结出了果子，在这个世界上因着你宝贵的存在，真是带给我们极大无比的喜乐。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创世之前
开始的神那丰盛的慈爱，借着我们的相遇，结出了果子，在这个世界上，因着你宝贵的存在，真是带给我们极大无比的喜乐。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现在仍然接受那丰盛的慈爱。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现在仍然接受那丰盛的慈爱。我心在高处，数算你恩典，你向我所存的意念，比繁星还多。我经过低谷，思想你心事，无论何时恩典都有能力覆庇我。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你永厚恩待我，依靠你的慈爱，救恩使我心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我必不致动摇。你扬脸赐恩给我，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心在高处，数算你恩典，你向我所存的意念，比繁星还多。我经过低谷，思想你心事，无论何时恩典都有能力覆庇我。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你永厚恩待我，依靠你的慈爱，救恩使我心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我必不致动摇。你扬脸赐恩给我，恩惠慈爱随着我。
近，清晨夜晚向你呼吁，你用厚恩待我，心事无止境。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你用厚恩待我，依靠你的慈爱，救恩使我心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我必不致动摇。你扬脸赐恩给我，恩惠慈爱随着我。你扬脸赐恩给我，恩惠慈爱随着我。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知道你不会阻止你所允许的一切，你会赐下恩典，也会让我们经历困难。然而，你也必与我们同行，必不撇下，也不丢弃我们。困难越大，我们越要祷告，并让你来带领我们前方的路，引领我们走出低谷。我们要将软弱都交给你，并求你让你的能力在软弱的我们身上显得完全。恳求你住在我们里面，也帮助我们住在你里面。孩子这样祷告，是依靠天父你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久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以下陈牧师正道的题目是基督徒的生活态度，第3讲，不住的祈祷。请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来敬拜赞美你，敞开我们的心门，也听我们的祈求与祷告。谢谢主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权柄，能够与主交谈，这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权利和态度。求你帮助我们通过今天所读的圣经，更加的了解祷告的意义。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牧师要继续来讲基督徒的生活态度第3项，叫做不住的祷告，或是不住的祈祷。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7节啊。那弟兄姊妹还记得第1讲跟第3讲、第2讲的题目吗？第一是什么？追求良善，对不对？有一个广告叫不够善良，就是那个扇子不够良哈。好，良善很重要。再来第2个呢，上礼拜我们有分享的，常常喜乐。好，那不住的祷告，台湾话就说彼得不耍了，没有停息的。如果说我们读经像吃粮食，像吃饭一样，每天要吃饭吗？不吃会怎么样？会饿。小朋友要不要吃饭？一定要啊！不是只有饱足而已，还要吸收营养，对不对？才会长大才会健康。所以吃这么重不重要？你看我们食衣住行，哪一个摆在前面？食吧，每天都要吃啊，所以我们都要吃的。那明天有没有读圣经？好像想到才念，对不对？好，我们都需要吃饭的，何况我们的灵命也需要神的话成为我们的灵粮。那祷告就像什么？呼吸。来，你现在有没有在呼吸？没有呼吸就表示怎么样？没有气息了我们看到很多住院的人需要靠什么东西？呼吸器，就是氧气了，才能够存活。所以，祷告就像呼吸一样，永不停息。这样子我们才会有健全的灵命。所以每天我们必须要读圣经，要怎么样？祷告。好，今天我们就要提到，基督徒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祈祷的人。好，既然我们的祈祷像呼吸一样这么重要，不可停息，那么基督徒就是一个祷告的人。
你们同不同意啊？也就是说，我们要无时无刻不住的祷告。可能会问说，牧师啊，那我们怎么可能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两波刷哦？可能吗？嘿，好，其实这个问题，这个是一种挑战哦。我们问说，我要祷告什么啊？我的内容是什么？我那么多事情可以祷告，那么多人可以祷告吗？是不是？这是因为我们对祷告的内涵不太了解的所造成的。其实我们祷告有包括下面5个步骤。我们可能说祷告就祷告啊，干嘛还那么麻烦？这很重要，这是一个态度。第一个，你要用崇拜的心啊。我们刚刚在敬拜是不是我们也叫崇拜，对不对 ？Adoration 就是一个我们对一个人很崇拜。好，我们除了神以外，我们还有没有对谁很崇拜的？应该有吧？哦，年轻人喜欢那个现在什么团啊？啊、什么哪一个歌手啊？哪一个艺人啊？哦，哪一个英雄啊？哦，比如说打棒球，有没有？然后有很多的球星，有很多的球迷，哦，你一定有你心中所欣赏的人，那是一种崇拜的心啊。可是我们对神呢，你有没有崇拜？好，我们来到神的宝座前，我们至少要开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有没有？这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文的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一种崇敬、崇拜，或者是说我们也会说圣哉、圣哉、圣哉，有没有？为什么要讲3次？因为很重要。不是啦，因为是有圣子、圣父、圣灵，所以我们有讲圣哉、圣哉、圣哉，3位一体的神。所以这是表示我们祷告的对象，就是我们对上帝的崇敬。当然，我们年轻人喜欢祷告说：“哦，亲爱的主耶稣，有没有？”那也是一种崇敬，懂吗？所以，对你的太太、对你的先生、对你的爱人、情人，你说：“亲爱的 Honey， 有没有？”那表示什么？你很爱他啊。我们爱不爱神？亲爱的妈咪，有没有？你看妹妹有没有对妈妈说：“亲爱的妈咪？”是啊，那意思也是一种爱他，我们就会崇敬、崇拜他，是不是？好，所以虽然比较很亲密，但是没有失去崇敬的心啊。所以我们要用崇敬的心来祷告，表明上帝是全知、全能、全爱的上帝。我们来到他的施恩座前来祈祷。第二个就是感恩的心好，用崇敬的心称呼上帝之后，我们这是一个称呼嘛，对神的一种称呼，一个对象就像我们在打电话一样。请问那个洪宇兄在不在啊？要不要问一下？确定是他没错。有些人打电话讲了半天，找错人了有没有可能？有啊，所以你要一个称呼啊。来，那用跟神称呼以后，我们就要不要马上说神啊，我要什么东西啊？太快了吧？我们有时候要跟他谢谢一下啊，洪义兄，谢谢你每次都请你帮忙。我这个PowerPoint都是我们洪兄帮我做的我跟他鼓鼓掌好不好？我常常感谢他我都拜托他帮我做一下其实这个也要花很多的功夫吧所以我们要对神也是一样啊，我们要排列我们感恩的事情神保守我们，神带领我们，神照顾我们，
神眷顾我们，神赏赐我们，无论大小，我们都要排列在神的面前，献上感恩的心啊！这个重不重要？重要啊！再来第三个就是忏悔的心啊！来到圣地的面前，我们面对的是圣洁的神呢 ，Holy。我们刚才圣哉，圣哉，对不对？他是圣洁，圣洁的表示什么？他没有犯罪。人如果犯错，就好像我们的心是污秽的、肮脏的，是不是？我们面对上帝，有没有觉得我们自己自惭形秽，会有那种感觉？因此，我们必须要认真的悔改。尤其我们在每天睡觉之前，我们必须为今天的言行举止，或是我们的心态，是不是有得罪上帝了，或是伤害别人的地方，有没有？一个会反省自己的人，必定是一个谦卑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心态。有时候你自己不自知呢。骄傲算不算一种罪？什么叫骄傲？我以前有养一只小乖一只鸟，太阳鸟。我教它唱歌，它也会唱，吹口哨。比如说那个大力水手，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它就会啾啾。噔噔噔噔噔噔，啾啾，很有默契耶，我就说原来你很骄傲啊，因为它是鸟啊，台湾话怎么说？骄傲啊，对，引以为傲，很骄傲，骄傲就跟骄傲很像听得懂吗？好冷的笑话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叫做你看不起别人啊，好像我都比别人好啊，我都比别人强啊，对不对？那是一种罪那有时候你会有一种不好的念头耶稣曾经说，如果看见一个妇人动了一念的心，他就是犯了什么奸淫心思意念我们没办法看到别人的心，可是神是鉴察人内心的神，所以你的心思也是一样，要在神的面前。你看那法利赛人不是这样的吗？他到圣殿，耶稣设一个比喻嘛，有一个税吏到圣殿来，他站在后面不敢到前面祷告，他自己捶胸，神啊，赦免我，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可是那个法利赛人到前面来，神啊，我对你多么的敬畏啊！我一天禁食3次，祷告，我11奉献，我都有实行，我都怎么样，我都奉公守法，我哪像那个税吏，不但自己邀功，还指责别人。你想？神会悦纳哪一种祷告？当然是那个悔改认罪的祷告。所以我们要诚心的忏悔。所谓的悔改，不是只有反悔，可是没有改变呢，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人都有自己的老我，知道了，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了，我们说错了，可是有没有改啊？会跟人家说对不起，可是还是一样啊，我行我素啊，没有真正的改变。悔改就是你要有悔有改，要诚心的忏悔，求神的赦免，得到赦免，我们的祷告才能够得到神的悦纳。不然的话，就好像电线接触不了，或是我们手机收讯不了，收不到讯号你看我们怎么样跟神来通话呢？这是第3个。第4个叫祈求。好，我们按部就班的
忏悔认罪以后，我们就可以跟神祈求，恳求他在危险的当中保守我。虽然在危险当中，神你保守我；在我们欠缺的时候，主啊，你赏赐我；在你要决定抉择的时候，主啊，你启示我，或向左，或向右。好，我们结婚要不要祷告？文正兄，你娶玉君姐的时候没有祷告？有吧？哦，我决定要跟玉君结婚了，神啊，如果是你赏赐的，让我心里有平安哦。好，果然是，对不对？我们做任何抉择都要祷告啊！哦，求主引领我们向前行。所以每次在祷告，我们都可以体会到，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祈求他的赏赐。好，这是我们的权柄啊，我们的权利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福分啊。阿们。好，祈求完了以后，我们就要所谓的代求。人不要只为自己祈求啦，这样多自私啊！不要忘了为别人祷告啊！有没有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不认识，譬如说我们现在中南部很多我们的同胞，很多的地区遇到什么水灾、风灾，他们需要重建，他们可能无家可归，他们可能需要人家援助。我们今天是教会与社会的奉献主日，对不对？教会跟社会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啊！我们是社会的一份子。我们不管说啊，那是南部人跟我们北部没有怎样啊。你没有怎样，可是别人呢？有吧？我们常常讲说，一体受苦，百体也怎么样？一样受苦，要有那种同甘共苦的心啊！所以在患难中纪念那些欠缺的弟兄姊妹，甚至我们的人类同胞。就像我们教会每个礼拜三有查经祷告会吧？我们参加人多不多？那是没事的人才会去的，那年纪大的他们已经够忙了我跟你讲，我上礼拜有提到，教会要复兴，就是看教会的祷告会，从教会的祷告会复兴开始。所以我们在祷告会当中，当然不是为自己祷告，也是为了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同胞，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为我们的肢体。有人生病，有人住院，有人年老，有人没办法到教会来，我们都可以为这些人祷告。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叫做5根手指头的代求。来，我们把我们的手比出来。第一个叫什么？拇指，这亲近我们，有没有？我们为我们的亲人朋友。我们认为亲人们，什么叫亲人？父母吧，阿公阿嬷，你的儿女，你的孙子，还有你的很多的亲戚啊，阿姨啊，姑姑啊，叔叔啊，对不对？阿伯啊，那是不是我们的亲人？是不是？当然是啊。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啊，人家说远亲不如什么近邻，对啊。你的朋友也是我们的亲友，好，为你的亲友祷告，不是想到他祷告，每天每天我都会为我的亲友祷告。再来，第二个指头叫什么？食指，在指责别人的，食指是监督指导。好，为我们的那个老师，如果学生的话。老师对我这么凶，我干嘛要祷告？要啊，他指导你一日为师，终身为什么？为父啊，不是吗？有些老师对我们影响很大。好，为你的上司，如果我们在职场的话，要不要为上司祷告？
我才不要哎！哦，我的上司对我好凶，很严格，对不对？我干嘛为他祷告？错了，你更需要为他祷告。如果你是那个上司，你可能也不一样啊。换个角度来看，哦，为了要领导，他也要承担很多的责任呢。哦，好，这是实质。中指呢，最高的，为我们的政府，为我们的领导者祷告。你有每天为总统祷告吗？他不是我支持的政党，我干嘛为他祷告？我要他下台，不行。他虽然不是你选出的，可是我们全民多数的人选他出来。我们圣经不是说要顺服那是掌权者吗？你连这个都做不到啊！不管哪一个政党执政，不管是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或是以后民众党，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啊。我们现在这个民主的时代嘛，会轮流执政啊，很正常啊。你可以说谁当总统，我不会要当，不行啊。我们一样为我们的总统，为我们的领导者祷告，要为你的市长祷告，要不要为你的不要说那么远了，里长就好了好，这些他们又要承担很多的责任。好，来，这叫中指，再来无名指，哇，那就多了。所谓的无名指，就是你可能不认识的人，软弱的、生病的、失望的、愁苦的，有没有？很多吧？我们为这些人祷告。最后，小指就是来为你自己。主，求你让我更温柔、更谦卑。好，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每天祷告不完吗？对不对？因为我们是祷告的人。第二点，我们讲我们今天的主题：不住的祷告。好，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经文就是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主耶稣劝人要不停的祷告，然后不可灰心了。好，就是这一段的圣经。他的祷告都有他的他的教训，他设这个比喻，他的主题就是要我们常常祷告，不要灰心。为什么这样讲？不是每一样祷告都会成就吧？没有实现的话，你会不会灰心？一定会啊！你会不会说这一期的爱国那个什么统一发票，神啊，你给我中奖吧，1000万就好了啦。有这样祷告吗？还有200块呢。所以我每一次要兑奖的时候我会先祷告呢。可是我怎么祷告你知道吗？是啊，如果是你的旨意，就让我中奖，然后如果多我就拿出来奉献。如果少我自己用。所以我曾经中过4000块的。哇，高兴的很高兴，2次了第一次要去那个银行到银行可以去兑奖就是要换那个现金，结果他跟我说要扣20% 的税金4000块扣20%就多少了？800块呢。所以10领多少？3200。他说：“你要不要？不要你给我好了。”我说：“当然要啊！”所以他好像有规定多少钱以上就要扣税金了那这个事情就是你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祷告好，那耶稣讲到这个比喻，就说。不管这个事情有没有实现，你就是不可灰心。
耶稣讲说，城里有一个官，不怕神，也不尊重人。好，我们常常讲说，这个叫做不义的官啊，不义的官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官员？民意代表也算哦，要不然为什么有人贪污、受贿？有没有被判刑、被收押？这个都是一种罪啊！这个不义的官，他活得惊半人哈。然后我们也常常讲说啊，司法不公，因为怎么样，有钱就判生，没钱呢判死。法官收钱，好，有罪把它当无罪，你没有给我钱，好，我就给你给重罪，好，就是这样子。好，希望我们的司法是公正的哦。那这个地方，这个比喻讲说，在城里有一个寡妇，因为常常被人欺压，他就求这个官来为他伸冤呐。他说：“好，你要伸冤可以啊，要怎么样？要钱啊，根本没钱啊，没办法贿赂啊。他只好怎么样？一指三番两次，不断的去求他，所以这个不义的官最后怎么样？”他说：“我虽然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为这个寡妇烦扰我了，一直来搞我勒了我上一场台语要说勒，很多人听不懂就是来搞他胀，一直跟你反，所以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常来怎么样缠磨我了。为了摆脱他的纠缠呢，他只好怎么样？为他伸冤了。所以耶稣讲到这里，比喻讲完就说：“你看你们听这不义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人的都死，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连这个不义的官都会起了怜悯的心，何况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啊！我们有一句话说：伸冤在上帝。你有什么冤屈吗？你跟神说。因为神是公义又慈爱的神，他爱我们，他也愿意为我们伸冤，彰显他的公义阿们。好，所以这个比喻说得很好啊。连不义的官，所以你如果不停的跟神求告、祷告，神难道不会为你解决事情吗？好，所以不住的祷告，实在是上帝要考验我们的耐心啊。如果祷告像变魔术一样，有没有？我们常常看魔术说，一条毛巾拿出来，丢出去，把它变成一条棍子，有没有？有没有看这样魔术？好厉害哦！祷告如果像魔术一样，那我们干嘛要祷告 ？Magic， 神啊，你就变给我吧。好，祷告也不是像那个阿拉神灯，有没有？擦一擦那个阿拉神灯，就有个那个叫什么精灵出来啊，主人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上帝是我们的仆人吗？不是吧？祷告是在考验我们的信仰。如果祷告像变魔术一样，那我们就很容易得意忘形了。荒漠甘泉有一个作者叫做考门夫人，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他说：“没有一件东西不能借着祷告求得，除非那件东西是神的旨意以外。”我再讲一次，没有一件东西不能借着祷告求的，除非那件东西是在神的旨意以外。意思是什么？就是若不是合上帝的旨意，神是不允许的。
我们的祷告就没有效果啊。反之，如果合乎上帝的旨意，会不会得到垂听跟应许？一定会的。好，所以我们若有耐心呢，就会不住的祷告，上帝的应答与赏赐就会突如其来，沛然而降啊。我们看过圣经有记载以利亚，有没有？先知以利亚跟巴力的450个先知的斗法，有没有？那个时候他们以色列全国3年半没有下雨啊。如果我们那个叫干旱，有没有？下雨重不重要？重要，但是下太多好不好？会变水灾，对不对？刚刚好就好。可是3年半呢，整个都干掉了，土都已经裂掉了。以利亚跟这个巴力的450个假先知挑战。这450个先知，他们聚在加密山，大声那叫做声嘶力竭了，在呼求他们的巴力啊！我的巴力啊，赶快降雨啊！结果没有降雨，没有用，因为他们是假神。但是以利亚一个人，他也在加密山上恳切的呼求神啊！如果你是真神，求你降下大雨。哇，果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当时亚哈王差点被大雨阻挡到了。这一段圣经是记载在列王记上18章41节到45节。我们也要经历好像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可是我们要忍耐，要耐心，不停祷告。好，所以有些人会问牧师说，为什么我在忙乱的时候都没办法安静下来祷告？真的，我们在很忙的时候，你会安静下来祷告吗？很难，因为我们平常没有祷告的操练，所以我们必须先学会祷告。至少我们有3样的功效。你知道这个祷告是需要操练的，就像我们走路一样，也是要操练。你做任何事情都要操练，操练以后，你就会成为一种动力。它的功效第一样，不至于偏差跟迷失了。比如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祷告神。上礼拜我之前有分享过，韩国的教会为什么复兴？他们真的是那种小到任何你觉得没有必要啊，要上车就祷告，下车也祷告，要进门也祷告，进来到屋子里面也祷告，要出门也要祷告。哇，好烦呢！可是他们就这样操练了。我今天要做什么？我去哪里？神啊，你带领我。包括你要去市场，你要去学校，你要去公司，你要去做什么？你要找人，我们都要祷告，主啊，你带领我，让我不至于偏差，对不对？第二个功效就是，因为你有祷告，就让神来带领我们走在前面。然后就像牧羊人一样，我们是羊群嘛，牧羊人带领我们。就算遇到危险困境，他会为我们抵挡，保护我们，这样子我们就清醒了，就平稳许多了。第3的功效就是上帝会赐给我们有毅力。什么叫毅力？坚定的心，来完成我们所要做的事。好，这3样功效，希望我们记得起来。好，不住的祷告其实是对自己最有帮助的。我曾经看过一篇见证的文章，这样子写，我要跟大家分享。作者说，他有一次跟一个无家可归的妇人谈话，
这个妇人跟他说：“我现在是在街头露宿，我们所谓的游民啊，无家可归啊，就流落街头。”他说：“你知道吗？我露宿街头最痛苦的事就是 lonely， 孤单啊。各位，什么叫孤单？你身边都没有人，没有人跟你讲话，没有人理你，你是生是死，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无家？因为他没有家可以回去，他一个人，所以到了晚上，他都好孤单。这个作者他听完这个人讲完以后，他想到说啊，我10年前我的丈夫去世了，留下他一个人，他也觉得好孤单啊。然后记得有一次，他的儿子带着他的孙子回家来看他，也跟他住了几天。几天以后，儿子跟孙子要怎么样？要回去工作啦，要回去他们自己的家。所以当他们回去以后，曲终人散，人去楼空，那个孤单感，他说又渐渐的吞噬了我，好痛苦哦，让我很难以忍受。你有这样的经验过吗？有时候我也会，尤其到晚上，因为我没有那么早睡了我的师母都比较早睡，她比我年轻差不多9点以后说，哎，我要去睡觉了我都差不多10点11点以后，那个时候虽然知道说我的师母在，可是都觉得自己好孤单呢。就像这个妇人一样，他也觉得好孤单他就恳求上帝啊。他说：“宁可让我饥寒交迫，宁可让我百般缠身，我也不要让我陷入这种难以忍受的孤单当中啊。”所以他说，在我晚上孤单更强烈的时候，在慢慢无法入眠的时候，他说我开始想到，像我一样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我开始为他们祷告。他说提名，他想到有一个他的妻子，刚离世不久的一个朋友，他是失去丈夫嘛，他讲到这个朋友，他的妻子离开了。还有他想到有一个被丈夫抛弃的一个朋友，他也为他祷告。他也想到说，有一对夫妻，他的儿子离家出走，他们也为他的儿子很担忧，他也为他祷告。他又想到有一个邻居最近因为年老住进了疗养院，为他祷告，最后祷告的名单就这样子，想到好多人，就越加越长。他又说：“我又想到，主耶稣也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一定也是很孤单的，有没有？耶稣怎么说？父啊，你为什么离弃了我？”有没有？耶稣为了承受我们世人所有的罪，罪的代价就是与神怎么样隔绝。那一刹那，耶稣很孤单，他想到耶稣为我们世人的罪，连天父都离弃他了。他想到这样，那我算什么？每一天晚上，他说：“当我为这些人祷告的时候，我发现上帝同时也把我的孤单也拿走了。”阿们。
所以不住的为自己比自己孤单的人代祷，上帝也就这样拿走他的孤单，这是何等美的祷告啊！是不是？好，最后我们要讲的就是祷告与行动。我们常常听一句话说：“哎呀，有祷告就好了，祷告就交托嘛，给神去处理啊。”哎，这是一句很危险的话哦。我们以为说我们只要祷告就好，不会付诸行动吗？鸟哥怎么说？来，我们一起念。来，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所以，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是死的。祷告没有行动也是怎么样？也是枉然的啦。哦，祷告的作用就是使我们预备心要去行动，提醒我们要去行动。你看，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做什么事啊？他跟他3个门徒到客西马尼园，他是来祷告，而且是这种天人交战的祷告啊！耶稣说：“父啊，若可行，求你将这个苦杯拿走。”有没有？什么苦杯啊？就是说他知道要被钉十字架啊。圣经形容说，他那个流下的那个汗，好像眼泪好像汗一样，那个像血斑一样，心里的痛。好，然后走到门徒的当中，对他们说什么？你们还在睡觉吗？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了。然后46人怎么说？来，起来，我们走吧。看啊，卖我的人进了。起来，我们走吧。英文怎么说 ？Let's go。耶稣叫他们嗨醒来了。本来那个彼得还说：“啊，耶稣，我们在这边多好啊，可以大撒聊啊，有没有？3座棚子，一座给你，一座给谁？啊？给摩西，一座给谁？以利亚，对吧？啊，这边多好啊！”耶稣没有被迷惑，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所以耶稣知道，他要付出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行动，就是献上他自己，牺牲他自己，为了要拯救世人。这就给我们很大、很好的模样。就当你跪下来祷告以后，你要起来，你要站起来，付出代价，付出你的时间，付出你的心力，付出你的金钱，甚至付出你的生命去行动吧。最后有一个故事来做结束哦。有一部电影叫《海神号》，有没有看过？你这就没有看过吗？普语可能没有看过了，不过我们可以，我不知道在 Google 能不能看得到。我那个时候很轰动，我至少应该看了2遍有。国柱有看过吗？《海神号》应该有了哈，这个有得奖哎。好，如果没看过没关系，我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剧情。他在描述一艘满载的旅客的邮轮，哦，出去玩，对不对？我们台湾有没有邮轮？有啊，基隆哦，可以到什么那霸哦那个，或是琉球了哈，哦，或者到日本去玩。哦，坐船跟坐飞机不一样，坐船要好几天，哦，在那边可以睡啊，可以吃喝玩乐。那在航行当中又遇到一个节庆，所有旅客都到宴会大厅来参加宴会跟舞会。可是我这个船在航行，不小心去撞到了冰山，整个游轮怎么样？冰准啊，就翻倒过来了。哦，大家惊慌失措了。本来是这样行，整个船这样倒过来。
人怎么样？水都一直灌进来了。好，这个时候发生3种不一样的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来，赶快来祷告，赶快来祷告，来，天主一定会跟我们同在，会给他安慰，给大家安慰。好，然后他说我们就在这边不要动，等天主来救我们。可是，一直到沉船了，淹没了。然后另外有一个基督教的牧师，就把所有的旅客说：“来，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来祷告。”可是祷告完以后，他说：“来，请大家跟着我走，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这里。现在已经船翻过，我们要爬到那个船底，你知道所以要经过一段路，而且要那个水已经灌进来了，然后再要达到那个船底。”可是，在途中啦，再要往到船底在上面嘛，那经过锅炉，因为牧师要帮助一个害怕的人经过，他就帮助他，然后却因为攀爬那个铁杆，那个铁杆被火烧脆了，结果他就不幸掉入火焰中来身亡。还好，所有的这些走到船底的旅客，他没有那个铁条大力的敲响，那个船底的那个铁壳，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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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然后外面有那个救援的直升机啊，因为有声音，就赶快怎么样，用那个火枪把他们救出来，做一个就切割嘛，把这些旅客都救出来。那第3种呢，就是有一个乘客，这一个旅客，他也带领一些人走向那个翻过的船底。牧师遇到他们的时候，跟他说：“你们要回过头走船底才对哦，你们这样方向不对。”可是被拒绝了，他不听他们的劝，结局是不是跟留在大厅的那些人一样，最后都被水淹没了？好，这个电影的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就是那个牧师所带领这一群获救的旅客，他们逃生了。如果你是这一条船的旅客，请问你要选择哪一样？是像那个天主那个神父一样，好了，我们就留在这里，等候天主来救我们。还是像那牧师，来，我们要往可以获救的方向走，还是走错方向呢？一样，这个事情在告诉我们：祷告以后要有行动吧。好，各位，世上有很多事情，上帝就可以自己完成吗？我们常常想说，上帝啊，你就降个火，你怎么样就把他们消灭了，有没有？上帝，你就可以自己完成啊，为什么我也要去做？我告诉各位，神更喜欢我们与他同工来完成。看保罗怎么说？来，哥林多前书3章第9节，来，我们一起念：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期待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都不住的祷告，然后也不停的行动，与上帝同工来过我们一生，好不好？这样才是真正的祷告，不停的祷告，还有行动，与神同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门徒，成为你的子民，也成为你的儿女。你爱我们，就像天父，就像父母爱我们的爱子女一样，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保护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很平安度过许多的
危险跟挑战。但是我们知道神爱世人，你不要一个人沉沦毁灭，你要万人都得救。所以主，我们知道这是你的心意，你要我们也要与你同工。除了为这些还没有得救的我们的同胞祷告以外，我们更需要付出行动，来完成神你的心意，与你一起同工。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台湾这个国家。我们虽然遇到许多的风波，许多的灾难，但是我们相信神你是爱我们的。求你保守我们的乡土，保守我们的国家与社会，也祝福我们的总统跟所有的官员、所有的县市首长、所有的民意代表，都能够本着一颗爱人、敬神的心来执政，来保护我们，度过这些的危机。主啊，求你也祝福我们泸州教会，在我们还没聘请到我们的牧师之前，主啊，求你为我们预备。我们也相信神你所拣选的，也必定是神你的仆人，合你心意的。我们为这件事情仰望。我们再过不久也即将来确定，来通过和会来拣选。求主也保守，让一切都顺利，也让我们能跟我们将来要来的信任的牧师，我们一起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来抢救更多失丧的灵魂，荣耀主的圣名。我们也为那些病痛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主啊，他们或许还不能够很自由的来敬拜你，但是我们知道神你依然爱他们，医治他们，让他们不至于孤单痛苦。神也为我们每一位受苦的肢体祈求，求你赐给他们更大的信心，求你的医治临到他们的中间。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陈牧师为我们所讲的希望就是成为我们的祝福接下来我们有回应诗，你要住在我里面，请兄弟姐妹起立。你要住在我里面，我就是你的全能神。一切患难痛苦中，拯救保守你的神。你不要惧怕战兢，我必要伸手帮助你。更不要害怕，我必牵住你的手。你在母腹中，我已提名拣选了，你是属于我的，属于我的，我是你的全能神。我要把你看为宝贝，极为尊贵的儿女。我是爱你的神，你的耶和华。请坐。接下来我们来奉献。
下来我们来我们今天有新的朋友到我们当中吗？请没有 ，OK 好，那我们来报告哈，请我们翻开我们的周报。本会消息，今天是教会跟社会奉献主日。教社委员会主要的事工有国内外急难救助、社群关怀跟宣教、社会公益跟和平、永续环境。7月初，丹纳斯台风加上连续性的暴雨，导致台湾中南部地区的灾情严重，请兄姐关心代祷奉献支持。第二点是9月6号，礼拜六上午的9点到12点，在台北中会传道部举办初阶长职训练会，题目是团队配搭合一侍奉。第二个是教会的转化跟治理，地点在大道城教会。今天报名截止，请长职同工踊跃报名。第三点是本会的信德奖学金申请，申请的学生要出席有2/3以上，从9月1号到27号。填写申请书，并且要缴交成绩单，由办公室收件。国中小的部分，请向学校申请有分数的成绩证明。第4点是各个单位请于9月27号以前完成明年度同工选举，并将名单以书面送交办公室。第5点，9月28号是我们教会举办野外礼拜。地点是埔心农场，当天上午7点50分，泸州区公所集合，8点出发，下午4点回程。第6点，礼拜后的1楼的联谊厅是接待新人区，请同工协助引导。第7点，欢迎大家踊跃参加礼拜3晚上的读经祷告会，守望教会，彼此代祷。团契消息，今天主日学华语堂礼拜之后，在2楼召开同工例会。肢体相通的部分，请大家在每日的灵修祷告当中来纪念。好，我们来唱散会诗，愿耶和华赐福给您，请起立。吟诗完，请陈牧师来主导。站立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